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2月12日，诗篇104篇33节安尼讲：我要一世人耶和华吟诗，我要活的时，要我的上帝唱歌学乐。三角来祈祷，我要一世人你来唱歌学乐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阮活命的源头，你是阮的快乐甲避难所，你是阮逐时逐刻的安慰甲扶持。主啊！你赏赐阮的每一天，拢是美好的日子。你所予阮的帮赞是遐尼大，你所予阮的恩典是遐尼深。主啊！愿何等的福气，成做你的儿女，因为伫患难中，你成做阮及时的帮赞。愿要感谢你无煞，主啊！愿要学乐你的性命，因为你是无所不知、全能的主宰。你的慈爱长阔悬深，你的信实直到万世代。主啊！我们一世人你吟诗，愿要活的时，要你唱歌学乐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